係咪啊？你唔做嘅話，力會照行。舊年年頭，公司已經講緊，我哋每日做緊6億嘅營業額。舊年啊講緊，淨係公司，唔好話淨係公司啊，淨係我一個小小嘅細組啊 ，Kitty 組啊，上個月我都做咗幾百萬業績啦。你明唔明啊？嗰個倍增啊！所以我哋大家一齊嚟認識。當時08年咧，只係一間好細嘅公司，老闆大家成日都多謝嗰位就係呢一個老闆。08年好細嘅一間公司開始啊，慢慢到4週年，各位週年慶通常係請啲咩人啊 ？VIP 週年慶喎，你間公司嘅週年慶喎，我會請我啲員工咯，自己人咯，啱唔啱啊？係冇請其他人嘅喎。4週年，你諗下，我哋啲領導人，你會睇下係咪啊？自己人，再睇下10週年，2萬人，各位你睇下係咪已經係唔同咗啦？再去15週年嗰陣時咧，我就好幸運地，當時已經加入咗呢間公司 ，Candy 姐就同我哋一齊出席公司嘅15週年嘅晚宴，各位，因為當時咧係26,000人，公司需要到即係要安排一個地方，原來東南亞室內能夠容納到26,000人，即係2,600位，係冇儲嘅地方咧係冇啊，所以選擇咗喺室外，喺高雄，喺台灣高雄啊。咁當時咧就係籌備呢一個嘅週年晚宴咧，係最少半年之前已經係籌備㗎啦。公司租咗政府一笪地，剷平晒佢嗰啲山啊、啲樹啊點樣，完咗之後又要鋪翻平，又要種翻啲樹啊咁樣。當時吸引到東南亞所有媒體嚟採訪㗎。點解一間公司食週年飯呢個週年慶嘅飯咧？點解咁誇張㗎？所以俾其中一條嘅新聞片大家睇下嚇。睇下 Kitty 姐睇唔睇到啊 Kitty 姐啊？周麗麗喺入面啊，金睛火眼望下嘅話。當時都係疫情啊，我哋戴住口罩嘅。超過54米長、31米寬的大舞台，還有高空煙火，甚至藝人輪番上陣演唱。不說還以為是來到跨年場了，但這其實是企業的尾牙晚宴現場。2萬人這樣的晚宴，我們相信整個亞洲、東南亞其實可以符合的場館選擇並不多。然後第二個看中的就是台灣有特有自己的辦桌文化，並在南高雄，我們就希望能夠吃到在地板頭的一個出肉菜的味道。新加坡商立會國際是從事保養品的公司，從去年9月開始規劃，最後選定高雄亞灣的83期空地，席開2600桌，舉辦了15週年歡慶晚宴，光是整地桌宴就要快3000萬，而交通的高鐵票還包了350部的遊覽車以及住宿等，砸近億的重金打造超浮誇尾牙，讓附近民眾好羨慕。你呢個大單好多個啊？40塊係會等啊你又？哦，第一件我看的，那老闆真的有錢。台糖這一塊7公頃土地呢，是辦了2600桌，聯動帶動周邊的一個住房商機。因為場地、天氣等因素，決定在高雄辦尾牙超霸氣晚宴，也替高雄觀光帶來商機。海內外2.6萬名的會員，以交通部觀光局統計，平均旅客消費力每人2000元來計算，說估就能為地方帶來5000萬商機。而晚宴選擇戶外辦桌，也讓海外人士接觸到台灣獨特的辦桌文化。大家你會睇下，歷會到18年以嚟咧，佢都係每年都辦週年晚宴，然之後每一季都辦表揚會，每一季都會辦領袖培訓會喺唔同嘅國家。當歷會嘅人去到當地，都會帶嚟當地嘅商機啊！淨係住宿係咪啊？頭先佢講喎，只要每一個民眾使2000蚊台幣，已經帶嚟5000萬嘅商機。
Kitty 姐話：我哋使2000蚊港幣都唔止啦，何況係2000蚊台幣。所以無論我哋歷會去到邊個國家辦會嘢，好受當地政府歡迎嘅，知唔知啊？我哋依家好巴閉㗎。好啦，以往嚟從08年開始，一直雖然我哋幫助咁多人喺歷會改善健康，幫助佢哋建立事業，但係我哋一直以嚟都好低調，直至到23年開始，因為台灣已經係有16間分行㗎。點解08做咗2年，即係2010年開始入去台灣㗎？10年即係15年啦，佢23年先至喺台灣總行開幕啊！因為啱疫情開始啦嘛，開始談啱結束啦嘛，開始進軍國際。由23年開始，我哋老闆向全世界開始高調，所以自置物業。23年台灣總行開幕。跟住仲有我哋嘅國際總部，歷會公司註冊喺新加坡嘅，從新加坡開始，依家擴展到去，我哋再睇下，係啊，你幫我撳啊 ，OK， 好啦，國際總部，跟住你唔係幫我撳啊？係啦 ，OK。日本東京已經係有6間分行啦，佢總部又正式開幕，係咪都係一樣啊？喂，我哋中國人，因為老闆係華僑，係新加坡華僑嚟嘅，佢幾代都係新加坡出世，佢本身咧就係福建人嚟嘅，所以我哋中國人喜慶係會點啊？又舞龍舞獅啊，好開心㗎！我哋再睇睇。我哋香港嘅總行開幕，大家都記憶猶新啊！我哋呢一度係咪？有好多人當時接觸到咧，淨係喺樓下排隊。依家我哋隔離層啊，咩29樓、28樓啊，佢哋搞活動啊，我哋排隊你都銀聲啊，係咪啊？排隊都話銀聲排上嚟，咁你話當日咧咁樣排隊排，大家估下排幾耐？啊，你哋估下啦。跟住我哋再嚟睇睇。其實歐洲，我哋喺23年7月，呢個波蘭已經係開咗幕㗎啦，各位。跟住你哋睇下華沙開幕嗰陣時咧，我哋歐洲已經係有4個國家啦，波蘭、捷克，呢一個匈牙利係1月6號，今年嘅1月6號開幕，即係話仲有幾日啊？仲有2日啊！我哋又多個國家啦。從東南亞擴展到去歐洲啦，見到嗰啲鬼佬仍然都係冇事啊！佢哋幾開心啊！你知唔知啊？大家歐洲有冇識朋友啊？有啊，係咪啊？哦，頭先阿 Cinda 咪同我哋分享咗啦，係咪？佢女喺加拿大係咪啊？我都有朋友，依家阿 Gina 開咗條線係比利時，開咗條線美國、丹麥。美國嗰個就話等住做，比利時嗰個又等住我哋去，我哋一過去佢就一齊同我哋過去德國㗎啦，已經係。OK， 好，再嚟睇睇印尼又開幕啦，有好多個由23年開始，我哋慢慢咧都係俾國際知道我哋歷會究竟係有幾勁啊！我哋睇睇歷會憑咩做到咁好成績啊？好多時大家都喺外邊咧整個鐵三角產品效果，頭先大家已經領教過啦，係咪啊？係。另外咧，制度公平，除咗呢個產品從08年開始加料加量唔加價之外咧，佢嘅獎金制度從08年到現在未改過。頭先有啲隻牙有事咧，都有事啫。係啊，制度未改過。我哋最重要嘅係一樣，大家會睇，特別係整一個黃色嘅字體俾大家睇下，倍增嘅模式。點解要倍增嘅模式啊？因為你能夠倍增到嘅話，你就會有倍增嘅收入咯。
大家想唔想倍增收入啊？定抑或係自己不停去銷售、不停去賣產品俾人啊？